为了提升民防的能量，内政部当咧培养民众加做防灾师，希望在今年达成10万人的目标。也有民间机构咧培养社区的民防能量。当期关注民防基地的乌兴学院，今仔日就举办演练，和学过民防课程的学员，实际应对出现大量伤患的状况，知影安怎应用平常时学到的民防技术。发现骹腿长期的伤者，赶紧提出指挥大绑咧大腿，尽复原。世界拢是受伤的人，无遇大量伤患情景的时，要安怎应对？这是乌兴学院办第5届的拿出行动演练，和学员实际应用民防课程学到的技术。因为我们台湾是地震带嘛，其实原本防灾训练原本就该做，民防的风潮起来，想说本来该做的事情就顺便做一做，这样不管有没有战争，其实本来都该做了。我们是文山区的一个民防自训团体，我们平常就有在做基本的急救训练、野外求生。我们平常训练的话，人数是比较少，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完整，细节也没有办法顾虑到那么完全。然后黑熊学院的蓝雀行动是把整个灾难救助的细节、急救的细节做到比较精致化一点。乌兴学院表示，这摆有120个学员参与演练，是5届以来规模上大的。因希望透过课程甲演练，增加民防的能量。那未来拄到灾害时，就有自救，而且帮助别人的能力。这样子的一个复合性的灾难，不单是只有战争啊，其实在地震、台风，以台湾这样子高风险的国家，这些训练都是在平常里面有备无患，然后希望能够去使用的。为了提升民防的能量，内政部这阵也来扩大防灾师的训练，希望在今年达成10万的防灾师的目标。乌兴学院建议政府通参考日本来修法，亲像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受训练，成做防灾师，帮助达成10万人的目标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